全世界的人会当无爱你，不过咱千万唔通无爱咱家己。咱身躯是肉做的，绝对唔是铁拍，就算是铁拍，同款的位。这民间团体调查发现，讲超过8成着癌的患者破病了后，有关会继续食头路做工课。不过实际上呢，会当调整这部轻重的，却是无到3成，甚至超过1成的病友就安尼生落来甲头路死掉咯。民间团体含中央立委是拢建议，就要建立癌症治疗假等等的优先这场措施。劳动部是讲，今年初有实行这病假新制度，企业伫咧考核的时阵，就要以工作表现为主，袂当用请假坐少来当做评分的依据。医疗技术的进步，癌症已经慢性病化。真侪病友着癌了后，因为经济需求，想要继续做工课，不过却惊讲请假会影响到同事甲考核的成绩。高频率的请假，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老板对我们的印象，还有考核。所以这个在希望工作，然后又希望治疗的上面的平衡点很难。民团针对1068着癌要咧上班的朋友调查，发现84.5%的人着癌后要选择继续做工课，显示真侪朋友有继续做工课的需求。咱需要是爱经济的收入稳定的薪水。这选择的过程当中有工课，家庭的经济佮药仔的负担，不一定伊负担得起。民团调查发现，92%的人讲治疗的副作用确实会影响到工课表现，不过实际通调整职务轻重的却无到3成，甚至有超过1成的朋友怎啊甲头路死掉，也是去互定时建议移植。民团甲中央立委建议，要建立请假机制，推动有春秋的工时，增加癌症治疗假等等的措施，建立朋友的优先工课场，让朋友通照顾身体甲生活。有明文提到说，雇主在做类似像考核啊，那在做考绩评比的时候，应该要回归到劳工真正的工作表现，而不是去看他请假的天数。劳动部表示，今年年头开始实施的请假新制，企业咧考核时就要以工作表现为主，袂使用请假这个坐少做评分，无补助企业办训练课程，协助同事建立对病友的优先态度，透过政府甲民间做伙合作，打造优先的职场。记者郭金勇、林玉凯台北报道。